千人禪修嘉年華究竟係乜嘢嚟嘅呢？大家聽到嘉年華呢3個字咧，其實就會知道呢個活動一定係非常豐富。千人禪修嘉年華當中咧，你可以有工作坊啦，可以去抽下經，甚至可以頌缽啊、靜坐啊，再嚟可以有 busking， 就係有一啲嘅唱歌啦，仲有好多好有趣嘅攤位，讓到大家係嚟到可以真係好放鬆，可以讓我哋語脈動靜咧，可以唔係咁急嘅，讓我哋嘅心有方法安定安靜落嚟。咁呢一個嘉年華咧，好適合從小朋友去到中年去到老年嘅對象咧嚟到參加。今年2026年咧，我哋有10個佛教嘅道場啦，喺饒宗頤文化館去進行呢個嘉年華嘅漢傳、南傳、藏傳唔同嘅師傅嘅帶領底下咧，我哋去學習點樣照顧嘅自己嘅身心靈，好一啲正念嘅方法，讓到我哋可以帶入到我哋嘅生活當中。咁所以大家唔好錯過，到時希望見到你。3月13至15號千人禪修嘉年華，饒館堅。